Hello，大家好，你係咪都成日咁？佢喺網路上面見到一個超級可愛嘅歐織公仔，滿心歡喜咁點開歐織圖，結果點樣同睇天書一樣，一個字都睇唔識？唔好擔心啦，今日我哋就要嚟一齊破解呢啲睇起嚟似密碼嘅符號，俾你輕鬆學會睇懂歐織世界嘅通用語言。好，我哋直接嚟睇呢張圖啦。一睇到呢啲密密麻麻嘅圈圈叉叉，係咪頭就開始痛啦？感覺就好似一堆神秘嘅符號，完全唔知道眼睛該往邊度擺，手該從邊度開始。呢個真係就係大部分新手會遇到嘅第一個大魔王啦。不過如果我同你講呢根本唔係咩密碼，佢其實係一張藏寶圖呢。你睇每一個符號都係一個線索。只要你學識解讀佢，就能一步一步親手勾出一個又一個超靚嘅作品。所以啊，佢唔係要擋住你個路，而係要帶你通往無限創意嘅寶藏。好，咁廢話唔多講呢，我哋就嚟深入探索一下呢門歐織嘅秘密語言啦。咁首先呢，你都知道咧，呢門語言其實有兩種主要嘅講法嘅。冇錯，其實冇咁複雜嘅。市面上你揾得到嘅幾乎所有嘅歐織圖解都係用呢兩種格式其中之一嚟寫嘅，亦即係話只要你將呢兩種格式背後嘅邏輯搞識晒，基本上就冇睇唔懂嘅織圖啦。咁嚟緊呢，我哋就嚟睇下呢兩種主要嘅詞彙系統，佢哋分別係文字型嘅同埋符號型嘅。你睇左邊呢個係文字圖啦，佢主要係用英文縮寫，比方話用 SC 嚟代表短針。咁右邊呢個呢，就係符號圖，佢更似一張真正嘅地圖，用好視覺化嘅圖形，好似一個 XXX。或係一個 T 嚟代表每一針要點樣勾嘅。我哋今日咧會將個重點咧擺喺嗰個符號織圖上面，因為佢真係比較直接，一睇就識。好，萬丈高樓平地起，歐織嘅世界咧其實就係由呢個非常基礎嘅針法咧組合而成嘅。咁我哋就嚟一個一個咧將佢哋拆解開嚟。咁首先第一個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鎖針，可以話冇佢就冇歐織，幾乎所有嘅作品都係從一排鎖針開始嘅。佢嘅符號亦都超級簡單，就係一個空心嘅橢圓形。你一定要記住佢，因為你之後會一直睇到佢。咁嚟緊係短針啦，短針最大嘅特色就係佢能夠織出最緊密、最紮實嘅布料，所以佢非常之適合攞嚟做歐織公仔。咁裏邊嘅棉花先唔會從窿窿裏邊跑出嚟嘅。佢嘅符號通常係一個十字或者一個 X。再嚟呢，我哋睇到中長針呢，佢個高度呢就好似佢個名咁樣，啱啱介於短針同長針之間。佢嘅基本符號呢係一個英文字母 T。呢個 T 呢，你一定要記好喎，因為呢，佢係一個變化嘅基礎，佢嚟緊個針法都同佢有關係嘅。嚟呢張圖呢，可以講係今日最關鍵嘅一張啦，根本就係精華。你睇中長針係一個 T， 咁長針就係 T 上面加條斜線。咁長針好簡單嘛，就加兩條斜線，所以規則就出嚟啦。咁斜線嘅數量就代表你要喺鈎針上面繞線嘅次數。呢個規則係咪超簡單？佢直接幫你破解咗所有更高嘅針法咧。冇錯，就係呢句説話，將佢刻咗喺腦裏面。斜線就等於繞線嘅次數。只要你掌握呢個觀念，以後就算睇到有3條、4條斜線嘅超高針法，你都唔會驚啦，因為你已經知道佢嘅原理啦。OK， 我哋學識咗單一嘅符號，而家嚟睇下佢哋係點被組合埋一齊，變成一份完整嘅圖解。喺一份完整嘅圖紙裏邊，你會見到呢啲符號被排成一圈一圈或者係一排一排嘅，旁邊通常咧仲會有啲縮寫，好似係 R 咧代表而家係第幾圈，ST 咧代表呢一圈咧總共有幾針㗎。咁然後咧最神奇嘅地方嚟咧就係 N 加針同埋咧啲 A 減針，一個咧就係喺同一個窿裏邊勾兩針，俾作品變大；一個咧就係將兩針並成一針，俾作品縮細。呢個就係歐織可以做出立體形狀嘅魔法。好，而家我哋再一齊翻轉頭睇下一開始嗰張令你頭好痛嘅天書，係咪好似突然之間睇得識呢？你睇嗰個橢圓係鎖針，嗰個叉叉係短針，哇！原本嗰份混亂嘅圖表，而家喺你眼中係咪已經開始變得有意義啦？恭喜你，你已經掌握咗基礎嘅讀圖技巧啦。咁下一步嘅挑戰係咩呢？當然就係實際用手做啦。呢度都提供一啲資源可以幫助你踏出第一步。
以直接上網搜尋歐職新手職圖，保證會跑出一大堆。你可以從杯墊、小包包或者娃娃呢啲比較簡單嘅項目開始。咁如果你係個科技控咧，甚至仲可以試下睇用 Adobe Illustrator 嘅外掛程式，自己畫出獨一無二嘅職圖喎。咁所以而家你手上已經有咗地圖啦，亦都學識咗點睇。咁你個第一張藏寶圖會係咩咧？你會揀去挖掘一個可愛嘅公仔，定係一個實用嘅小物？呢個世界就喺你手中，去創造屬於你嘅寶藏啦。